我哋今次將兩個電話擺喺唔同嘅位置，大概相隔2米。我哋而家開咗部 M+，就算我哋同一時間喺唔同嘅位置上網、打機、做功課，佢都一樣保護緊我哋。M+ 仍然都可以覆蓋到。我而家試下行出門口走廊，離開 M+ 8米範圍，又睇下得唔得？不過都要留意一點，每個人屋企嘅間隔都唔同，所以我會將我哋嘅經驗去幫每一位使用者去最佳嘅位置使用。